滴血认亲的大戏即将上演，如果不是亲生甄嬛，将会万劫不复。当皇上看到血液完全融合在一起后，瞬间一个大草原仿佛笼罩在他的头上。太叫朕失望，你自己看。而事件的起因则是瓜六向皇上举报甄嬛和温太医之间存在超友谊关系，因此皇后提议采用滴血认亲的方式，对甄嬛的孩子做一个系统分析。同时，玲珑还给大家科普了相关知识，只要血液融合就能证明父子关系。其实滴血认亲的方法毫无科学依据，在座的观众可不要被电视剧误导。不过皇后却早已做好预案，无论结果如何，最后都能证明孩子并非皇上亲生。臣妾本以为与皇上情缘深重，谁知却会到如此地步。早知要被皇上疑心至此，情愿当初在凌云峰孤苦一生罢了。皇上，您这一动手，即便认定红艳是皇上亲生，来日里也会被世人诟病，她是被皇上疑心过血统的孩子。虽然甄嬛的理由充分，但老四想起凌云峰主题酒店的荒唐事，总会带着很多疑问。他怀疑自己的武力值没那么勇猛，何况还是龙凤胎的双份快乐。嬛嬛，只要一试，朕便可还你和孩子一个清白。但甄嬛知道老四生性多疑，所以她明知不是太医的孩子，却偏偏摆出一副痛彻心扉的样子，无非是真相大白后来个大反转，让皇上将所有质疑的人一网打尽。然而结果却出乎甄嬛的意料，当六皇子和太医的血液放入水中后，没想到居然瞬间融为了一体。皇上，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大胆甄嬛，还不跪下！臣妾无错，为何要跪？来人，剥取她的贵妃服制，打入冷宫，温实初即刻杖杀！谁敢？此刻的甄嬛也顿时蒙圈，这不科学，谁能给自己一个合理解释？而皇后苦等多年，终于迎来扳倒甄嬛的时刻，自然恨不能将甄嬛立即押入天牢。而皇上从父亲秒变路人甲的体验，让他瞬间想起太后和隆科多的事，那可是老四童年时的阴影，怎料如今也戴上了同款帽子，这滋味只有当大爷的才能体会。你自己看。忽然此时，甄嬛发现水中存在问题，她兴奋地告诉众人，就连猪血都会相融。其实甄嬛也做过准备，万一是皇上和孩子验血，她就用指甲盖里藏的化学品作弊。然而他们却采集了温太医的血液，既然孩子和太医毫无血缘关系，那么只有碗中的水存在问题。为了验证猜测，甄嬛立刻让苏培盛验血，他不仅是公公，还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人。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相融，皇上你来看。奴才没有生育的能力，温太医与锦汐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刚才还如死猪状的皇上，闻听此言，立刻唱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就说嘛，朕的一弹双响绝不会放空炮。真相大白后，甄嬛当即要求皇上给说法，但皇后很会演戏，她说自己贵为一国之母，还有皇上百般宠爱，断不会再陷害熹贵妃争宠。嬛嬛，朕错怪你了，朕不再有一心。甄嬛才不会相信老四那张骗人的嘴，要不是你默许，怎会有滴血认亲的事？即便六阿哥是皇上亲生，可熹贵妃也温实初有私，三人皆是见证，难道皇上也不闻不问吗？虽然皇后团伙明显落于下风，但瓜六这个小钢炮却有不服输的性格，他依然拿太医和甄嬛的感情大做文章。尽管孩子没有问题，可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清清白白。此刻皇后的人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除掉对方的得力助手温太医。于是他们再次请出了关键证人。出家人不打诳语，定白师傅这句话足以让天下出家人为你羞愧而死。